咁當所有人都歌頌 AI 台慶揾 AI 生仔揾 AI 拍拖都揾 AI，就嚟呼吸都要問下 AI 嘅時代呢。咁一個傳奇人物呢，最近復出呢，做一個少數，同大家講 AI 拒絕同 AI 咧做好朋友。咁今日就係講下咧著名讀書主創嘅新科幻劇《萬中選一》。咁劇集咧由一個咧嚟自外星嘅頻率開始，咁之後實驗室研究嗰時咧頻率影響咗一隻白老鼠，咁佢嘅一咬咧令到人與人之間咧開始以 kiss 咧去傳播病毒，仲蔓延到全球。咁呢個故事咧就圍繞一個咧冇感染嘅新患者，嚟自新墨西哥嘅 Carol。咁要了解呢個新世界咧，咁首先要了解咧俾人感染咗嘅佢哋有啲咩特性。咁被外星頻率感染嘅人咧就係一班真善美嘅人，佢哋唔殺生啦，就係食自然死亡同埋掉落嘅農作物同埋動物。咁佢哋係冇個人意識嘅，所有記憶咧都會 save 喺呢個電腦度。咁佢哋嘅行動同一切咧都根據呢個巨型嘅中央處理器。咁頻率咧為咗研究咧新患者存在